他早就生有了。妈妈，将军一个人在内等着你。哦，他为啥哭？这7岁的王八孙女，不过是在想待人了。人妻呀，你这个当妈妈的，也应该操心将军的婚事啦。是啊，贤妻人养老院来，提起不如的儿童。将军怎么讲？他低着头红着脸，不肯说话。怎么着？将军是愿意了？哎，我想也差不多。哎呀，妈妈，将军是快活着，看到王爷在封锁的女儿，才哭个不停的。哦，这个素材，原来是在哭我鼻呀！哎，快把他拉下来来。哦，你们都在这里呀？杨老爷，我见你们请来了一位贵客，这位就是一代才子二方哟，二公子。7个小生与礼。二公子拜过。请坐，请坐。将军，快下门来。二兄，你看，李小军来了。
年啊，秦公子弟子，秦公子快些，将军快叫二公子对你。此次谢去了。大道自类一清闲，往生初遇，福迎错。清溪君子心意志，不见东风哪里空，不见东风哪里空。好事，那我放弃，这一思索，就等于相聚呀。公子夸奖，相君乃大夫妻，相君了，妈妈，兄与相聚一见钟情，我们就能绝了这场美满婚姻吗？好啊！你去话筒，累死我！哎，这喜宴，新郎新娘拜堂成亲了。快喜哟，快喜哟！
杨老爷，你看相君满头紫彩，金衣罗裙，多风光啊！这件是杨老爷送的丧礼，相君快谢过杨老爷。谢杨老爷。不管不管啊，多谢杨兄。二兄在不得同人中间为他疏通一二，这想必二兄竟能成真之美。哎呀，这思故成疾，太恰不得哦。官臣。见当今何法，恰是这教徒也无得了啊！因喜得佛说君子与官待，启发了原则在上一张张。官人你是佛所中间一君子，你岂能够把等因娃儿心一腔？你才与他小走结缘面在呀，岂不是一生名气不光阳？相君这到哪里去了？望莫一成真。我以为莫一成真难为用成郎君为我把名节
见不分问了亲王，想起了我中风雨宽容，也无比怎我讨对爱我文章。我当帮助了袁大人，岂不是一步见到我名扬？金毛心最心上，看那杨兄开家灯。小弟已久，杨兄不必多言，此次告辞。相君，儿郎，娘子关你到临儿了，太上言道在天上，远他兵红娘堂，为兄这是从哪里得起呀？怎样？你快去扶着小童，送回公子所受草走。哎，我带着去。小弟不必在此告辞。多谢杨兄，多谢杨兄。协议报后，官府就要做那与无了。混子，那你要对分不是？在我后背风飘起，生死等位与他。这大明朝的江山，哪里为你母对放有男人的放
岁月纵容，不如忘我，去好结亲命。乱一个为奸，一字一悲。困难此去关3万里，你可不要忘了，情外何往，日夜思你，想你的相君啊，相君。儿女情。
不好，与我不送你插嘴。怎么？玉叔是你无所插嘴？是啊，小君已经来放心。多谢师父，公子快走吧，快走呀！所以决定分你也断问啊，且待我媳妇做太君，明月头人你此去沿途你在家要紧抱远的他归居色。妈妈，我把小君托付于你，公子放心，快走吧。小君保护了官身。
了。大爷，稍等片刻，用我快快快，你知道了，本宫这个那个，来呀，来，把他们都放了。走，休得胡闹！老爷，杨老爷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你们到外乡去。杨老爷，我们就在门外等着。对，婶娘，这是马相爷之命，违抗不得，只有去向君诉状上交了。啊，相君，相爷之命。相君去不得，此间这一代老将，有你陪他前去啊！有代替相君，杨老爷，好在前娘腹中。皆共相聚，不为伤痛。怎样？你也要为相君着想。这是违抗相爷，就要到临头呀！
小军今日的事情，茶叶静静，孤苦一人，凄风萧萧，人语沉沉。草外绿道一片落叶，湘君啊湘君，你心地天高，明日到何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相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相爷，他叫李正礼。李正礼，这怕是李儿不正也啊！李正礼，快来赠君长曲。快来吧，不为，不为怎么当顾忌呀？我愿的顾忌啊！相爷要听，我倒与满腹冤屈要诉。他但李正礼，谁要起什么冤屈？是啊，不过吵扰了相爷的雅兴。说来听听，有别之理么？你且说来。好，我心配冤屈深居几番有空不中空，我只愿众里桃夭是归期，颠倒是非作相逢，不恨之恨擦山不息今好梦恨无语先消这百般拖拉千般恨，毕竟是万要凶。究竟是李正礼还是李相居？管他是谁，这冤屈总比小屈还要有趣。你尽管大胆地讲来。这若是因为们相亲，这苦是心发心受用。你贵为宰相一朝中，你生辰光落是生功，你这穷子落是王公，你只在名字上加落从，你他不给这不是吉祥荣华，你不为小民甘于空，你固执风波偏也起，你固执清兵杀关中，你固执千万百姓遭颠沛，你固执官逼江山消灾后，这次放什么戏，用什么美，你要什么贵，什么错？只有东陵佛祖才有这样他胆，给打起来！那东陵佛说真君子，我青蛙不与并从，你官儿你只为家中，怎能够从英勇？怨他臣啊，怨他臣！你的智慧强过黑的电筒，你呀朝文化黑电松。马是赢啊，马是赢！你的执着呀，成龙不是，大明朝江畔情断
见色。相爷，大人，我们外子不举吧？举兄，还是把疯女子一起关罪了吧，免得吵扰雅兴。关了出去，统统的关了出去。是，大人请，相爷请相君要我特意再接公子的桃花锁，桃花锁。将军，岳父
中间，预备好非容易，难。我与你两地相扶跟上一配。相聚你为我把我不得挂我你为我也把自尊难你为我因此不做他们去，你为我
留金的宁愿不留头，也绝不留一子。啊，李师傅回来了！李师傅，你回来了！听到回公司没有？哎，哎呀，你快回来！好，我死了。长公子，我转过红罗放家不下，在这天他一用一句出门墙，我记得下去吗？公子他怎么样？对待相聚已经妈妈，他怎么不与你一起来呀？他干嘛？他知道推升风不能有不考场啊，父母亲的考场。举世人欲多情，他更别千万莫悲伤。什么事这样地面不好生长啊？没什么。师傅，你回来了，你见到公子了。我放心，是得是公子吧？不是的，不是。不用默念，我早日了杨正生活，独占神区，公子他怎能迎面与难离？不，小军，公子那有事。师傅，小军今生生生世故再无事，来去担心早还清。哎呀！啊！回不去了！回不去了！回来相聚。你们都在这里呀？相聚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我来接你回去。节目去扬州，扬州已经挣脱了。那几位佛祖就在你去哪了？那四块花他认你好。已疯了，那么你我满心得了这天下，好有文身官进你驸马，所以你顾不得是
何事？你好得了一身长袍麻花，一旁了不走就在同行，在分了点纷纷把冤天让，一旁了公子去年娶了南里家有那马元儿的北宫缺席强人马，一帮了四口把样子心中轻轻唱胸话，这个那水板板分家，就怕比分不家，前原来啊